2025年5月23號。好啦，咁我繼續翻今日沖完涼之後嘅甩髮情況。而家我哋照舊啦，規矩一樣，都係磅下佢先，然後就抹乾水啦。今日嘅頭髮都有少少多下。OK，咁咪照舊再擺翻落去啦，一樣都係冇數字。咁樣我都幾期待，因為聽日就係星期六啦，我就將佢哋集合埋一齊，跟住再磅一次，希望到時係可以磅到重量啦。因為而家咧個量實在太少啦，咁佢輕得滯咧就磅唔到重量。好啦，咁我哋就一樣啦，再黐翻起。今日係23號，耶！我儲咗4日啦，1、2、3、4，4啲，呢度仲係1日，咁咧呢度聽日就會有結果噶啦。